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7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蔡英文提出托育准公共化政策，逐个月6000个顾囡仔补助费，初步规划会当领到3岁。军力道城镇经理人黄尚文因为牵涉利用高金炒股，台北地检署也已经约谈，也限制伊出境。美国对川普的弹劾公开听证，要予现场直播，予民众看，由民众来判断是非。剩2个月就要总统大选咯，总统蔡英文也推出托育准公共化政策牌，逐月6000块的顾囡仔补助费，初步规划会当领到3岁。另外，韩国瑜用7200万买厝的风波，韩国瑜质疑讲有国家机器来介入。蔡总统也喺韩国瑜提到证据，才来指控，也考试韩国瑜以平民的身份，甲一般人所想的真无同。家囡仔亲切互动，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无被讲故事，做临时小老师教囡仔英文。让囡仔欢喜活动，也为政策宣传，强调8月前内托育准公共化，补助费6000元，领年会初步规划在特定条件下，领到3岁。2到3岁的小朋友，他如果是已经是在托儿或者是保姆那里受到照顾的话，哈，而且还没有进入这个幼儿园的话，他的这个6000块的补助也会继续下去到3岁。中央哺育跟我们签约的保姆跟托婴中心，每一个小朋友我们给他补6000块，而这6000块是直接发给家长。不止增加用于帮助下晡蔡总统去婚姻顺现宫拜拜时，佮拍出老人福利，开出每年编400亿预算照顾老人福利。长照服务，有要需要人带你去看医生，还是换药啊，还是要到洗身躯，咱有100几种的服务啦。明年的预算400亿照顾咱的老人家。蔡总统拍政策牌抢老中青优选票，不过针对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被周刊逼空，在指控1年失业期间，买伫台北市南港区价值7200万的豪华主体，韩国瑜质疑有国家机器介入，侵害个人资料。蔡英文反击，讲还提出证据，佮指控当时考察韩国瑜的庶民身份，甲一般人认定的真无同。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哈。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可以负担得起。除了回应韩国瑜庶民的豪华主体对蔡老培讲法，只讲伫上适当时机会宣布上好的组合。不过外界有期，民进党无分区立委名单13出来了后，随期过讲14下礼拜4对宣布总统副手的竞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因为7200万买厝的风波烧媒体，在今仔日立营也质疑讲，2014年韩国瑜加台肥施压，佮加贷款厝价2成。韩国瑜下晡也否认讲有对台肥来施压，认为是立营故意甲攻击。韩国瑜初7下晡来甲新竹县进行青年座谈，希望争取青年选票。不过，小连续2天，伊敢若无法度对豪华主题案的风波脱身。座谈会顶面，当场有民众对韩国瑜庶民选总统这个口号提出疑问。就是说庶民选总统，总统选庶民啊，或者我们买的房子多少钱，就不是庶民，不是这个意思，是心。因为我长期失业。我从年轻开始就是半工半读书，然后又长期失业。我从云端掉落过土地上，再从土地又爬到云端，我这样穿梭好几次，我看穿了人生很多事物。韩国瑜一再驳回讲，买南港的厝是一个单纯合法的买卖权利转卖，八当前翁某2个人拢唔是公职人员，个资的部分拢无公开，但是媒体竟然会当摕到伊的个资，强烈质疑涉到交易资讯背后的动机，佮谴责侵害个人资料。如果个人资料被不当的泄露出去的话，有关单位一定要去查。这已经不是韩国一个人了，是2300万人民共同的权益了。不过，民进党甲豪华主体的议题加条条，初7佫质疑韩国瑜敢是因为买厝7200万的投机款无够，佫用特权甲业主代赔借贷。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都没有施压过，然后离开立法院10几年，是在失业的状态施压。那个时候心情应该是要到按摩院去舒压，怎么可能施压呢？
提这个问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可不可以教我一下怎么样施压法？结束清点座谈了后，韩国瑜在公庙进行参拜，敢若无受豪华主体风波的影响，受到支持民众热烈的欢迎。罗伟嘛照既定的行程，继续参访新德关地美的产业，听在地地农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高院局在今仔日进行按17号特勤成军典礼，当中有330位训练合格的特勤人员会来保护这回总统参选人，而且也是有史以来上届侪人的。而且为了这回大选，也特别买无人机的干焦设备，要来保护总统参选人。为着要保护2020总统大选的各组参选人，高安局330个专精训练合格特勤人员，拢伫咧安慰7号的编写典礼面顶，宣誓用身躯来做盾牌，未来会甲防护的部分做甲上好。编组的部分是5加1组，一组55个人，因为参选的人数可能佫会增加，高安局动用预备金来应付。330人嘛是大选以来人数上侪的入伍编组。坚持依法行政，严守行政的中立，对于候选人以及他的配偶，只有安慰，没有情收。总共6个编组内底有一定比例女性成员，每一个人拢是武功真高强的人。像讲上司卢冠杰是台军刀6段的高手，而且330人经过6礼拜军事射击等等的训练，对英国选举场合需要处理常常发生的冲突状况，拢真有信心。曾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比赛，与奥运金牌国手陈时欣比赛过。当时他拿到金牌，我是银牌。我们在训练期间也都做好了万全准备，后续我们在做勤务执行的时候，也会跟这相关的单位做好配合以及沟通，全力达成任务。特勤人员还有配克拉克19型第5代手枪，是全世界上新的装备，而且这届嘛有采购甲总统蔡文目前共型的车，啊，还有装备防弹链甲强化玻璃7人座厢车，唔但会当变做会议室，链吊穿了后，佫会当驶80公里，而且考虑到无人机可能会变做空中攻击的工具，高安局嘛第一届采购无人机的干扰器，操作范围超过2公里，会当连续发射80分钟，而且采取2大式的干扰方式，会当阻挡空中的危险。这是我们近期规划，就是运用在就是近1-2年的勤务及大选运用的，那就是配合我们的预警情资去做个部署。伫咧纾困难了后，国安特勤人员的士气受到打击，为着要重新包装形象，国安局嘛送特勤形象的蜡纸仔，要让外界了解特勤人员辛苦训练的部分，这嘛是国安局特勤中心头一摆来做这款的文宣。记者综合报道。权力斗争前经理人黄尚温牵涉暗盘操作，利用基金伫咧炒股。昨台北地检署也开始调查，搜索约谈黄尚温、林干合，也阁传顾名证人来问。落尾黄尚温用300万交保，林干合又用200万来交保，也限制因出海出境。权力斗争也表示讲，已经甲黄尚温来开除，也会请律师来追究责任。挂翠安对调查人员加入地检署，伊是权力斗争前经理人黄尚温，是欠向各种动物林干合名下人头小户买华泰顶3档股票过300张，佮透过管理基金优待股价套利1500多万后脱手，至少迄一栋厝的基金亏损2200多万。台北地检署分8路调查，搜查约谈黄尚温、林干合等2人，也佮传唤5名证人。不好意思，大家辛苦。这案件一爆发是金管会咧做金融调查时，查出黄尚温、梁振头进行不当交易，主动交予检调侦查。权力斗争也伫代志发生以后表示，已经开除黄尚温，同时委托律师提出告诉追究相关责任。这个部分就是本来就是我们经检发现的嘛，我们主动函调给检调单位去侦查的，那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处置，我们都会来要求，那相关的这些内稽内控的这样子的一个遵守，本来就是一项我们重视的。若本案司法确立判定确定后，本公司不排除对前经纪人提起求偿，以维护投资人权益。检方核实了后，以违反证券投资信托加股份法，分别有令黄尚温300万交保，林干合20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加出海。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的消息。
香港中文大学甲科技大学伫咧初七拢举行毕业典礼，不过因有学生伫咧表态反送中的诉求，伫咧香港大学有毕业生发起游行，而且伫咧典礼当中唱中国国歌的时阵，伊说划过去或反送中的口号，所以有一个讲华语的查甫人举刀甲学生举，好加在保安人员随赶到位。 穿学士袍、伫翠暗沿路喊口号。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有学生发起游行，为地铁站行入去校园，声援伫反送中示威过程当中受伤以及互人抓起来的中大学生。游行队伍去到校园，向一个查甫人举刀指向学生，大声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佮讲是为着要维护家己安全才安尼做，最后互保安护送离开。 不少毕业生用卡夹片向对典礼台，在演奏中国国歌的时阵，喊共和香港时代革命这口号。中大校长段宗志伫致辞时，先对最近有人有损校园的物件这行为表达遗憾，嘛讲想要和学生讲一寡心内话。You will be serving your community, whichever community you happen to be in. A community is made up of different people.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s. They have different lifestyle. How does a community grow? It is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伫毕业生学位颁授刷了后，校方以典礼受干扰提早结束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状况嘛未少。同款伫初七早起举行毕业典礼的香港科技大学，有学生伫台卡和场外喊口号，支持反送中的诉求。校长苏伟伫致辞时，主动讲到前几天伫将军澳的停车场坠楼受到重伤死救的学生。 He's in hospital. We are together with him.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again. 伫咧颁授学位的期间，有部分的毕业生并无甲校长行礼，佫有人伫翠暗上台。香港反送中运动发展5个月，一直到目前为止，有超过3000人互人抓，其中1/3未成年。虽然政府各大间强调讲止暴制乱，但是冲突并无散。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队伫咧12强分组预赛连连得胜，进入到最后的6强。坚强的后勤团队也是无后的功臣。这回1分到比赛期间，拢使用奥运规格来做准备，才会当有这么好的成绩。3比0打败委内瑞拉，中华队连赢2场，先去咧6强复赛，球迷跳脚，所有选手拢真欢喜，伫球场面顶用手机翕相。 可是我拿到球之后，我就要告诉自己要冷静，这样子。对啊，因为球队赢嘛，就可以去东京嘛，所以很重要。女比选手林凯威加入来中华队了，就定定讲要去东京，即马愿望已经达成啊！会使讲前部收集甲后勤团队的功劳真大。我觉得禽收这方面对我们帮助蛮大，就是其实因为在面对陌生的投手，你可能 只会遇到1次而已，就是在这时候，他们会给我们很多资料，让我们去做赛前准备的一些参考。将部收集小组的资讯，伫咧2场比赛地当看出效果，尤其是江少庆甲张杰2个人拢表现甲真好，会使讲教练王建明是真重要的角色。这一次我觉得总教练这个团非常认真啊，而且像王建民对于每一个投手的状况掌握得很好。 中职第一届办对1分到比赛所有组分，就用奥运最高规格来应变。运科小组医疗团队甲心理咨询，还有捌伫美国职棒担任防护员的李幸如，甲伊带领的8+1防护团队。他们疲劳的程度，以前可能比3天才会开始累，可现在他每天练完，他们都哇哇叫，每个都在累。那我们目标就是帮他们去缓解疲劳，帮他们想办法让他们比较舒服。 对新心灵来甲选手斗3工，用科学数据甲教练团的经验，佮加上主场的优势，团队的士气佮真悬。中华队伫咧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之下，提出互人真懊恼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初七是台湾对战日本，2万多张的门票也卖甲空空。警方也因为球迷伤过济，加派3倍警察去维持治安。另外，也有风声讲，可能有较激动的日本球迷会纳入去加油团内底。警方也否认讲有接到这款的证据。世界12强野球锦标赛7号的赛事，中华队对上日本，2万多张预售票已经拢卖了啊！
针对外籍的球迷当中可能有情绪较激动的人士南美应援团的代志，台中市警方否认接到相关的请旨，但是为了暗时的球迷人较侪，开始加派3倍人力。应援团的名义，然后可能卖黄牛票或姿势的部分，我们掌握到的。截至目前为止，那警方都没有接获到有关这方面的情资。因应今晚的比赛哈，因为这个球迷的人数众多，所以本分局呢也另外再加派的远警。警方表示，7号暗时的赛事出动了150名警力，原则上场内若是有出现着占位，或者是伫场外有咧卖黄牛票，这违反规则的代志，拢是由主办单位来负责。但是若出现着暴力行为，或者是违反社会秩序，这的相关法规的时阵，都会介入刑事公权力。警方原则上是采被动哈，除非他是有违法的状况，那原则上都是由主办单位来主动来出面来处理。2007年亚洲杯野球锦标赛，同款是台湾对上日本的比赛，场外曾经出现了外籍的乌衫应援团，警方当时嘛介入。2019年这届的世界12强台日大战，虽然相关单位拢对我讲无接到情资，但是警方甲主办单位依然是非常小心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高雄大属林园厂半暝发生爆炸意外，落尾讲发现是一台运输车伫咧管某一种气所泄漏出来，爆炸来导火。环保局也表示讲，已经有派人去了解咧，发现讲因泄漏出来物件是有毒的，也先依照空污法，甲因罚45万。半暝点外，化学槽车甲车内气体送到厂内化学槽的时，熊熊爆炸，真大声音，互当地居民撮一着。厂方第一时间来拍火，暗过空气共款真歹偏。发生问题，环保局监督之下，也没有跟我们林园区的民代、跟我们的各里长、跟我们联谊会都没有说明啊。差不多2公里都闻得到，2公里都闻到那个臭味啊。爆炸地点就伫咧台塑高雄林园厂，因为甲公安问题有关系，民众拢真紧张，嘛指控政府态度无积极。啊，毋过环保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有随派人来监测空气品质，隔工透早去工厂勘查，怀疑是人为造成的。我们环保局一直监测到凌晨的5点10分。那在整个监测的一个过程里面，它的一个监测数据是都没有重大的一些污染的一个情况产生。环保局表示，漏泄出来物件算是毒性化学物质，用空污法处罚台塑45万。啊，若是台塑嘛发表声明，讲代志发生的原因是路易鱼厂伫咧落料的时阵，租车的安全碰扑落去，啊，毋过火真紧就去用拍花，无人员受伤，互居民造成不安，因感觉真失礼。而且原本排伫咧车牌年度维修嘛，因为即届代志提早一天。记者综合报道。营建署在今仔日审查大社工业区的港边案，高雄大社工业区的居民透早又到营建署去抗议，批评经济部适用背信，无伫咧旧年，甲大社工业区讲做是一种工业区，互居民逐日拢爱使这化学污染物。落尾审议委员也爱高雄市政府甲经济部保证在心。居民去到经济部长的相片搭伫裤骹，再去营建署都委会审查大社工业区港边案。30月位来自高雄大社工业区的居民半暝坐车上北，再去来到营建署门口抗议，提出21当前的公文，骂经济部背信，无伫旧年将大社工业区港边做污染较低一种工业区。21年前就已经照案通过确定的核定的公文。这几十当来。国民党政府和民进党政府轮流执政，来欺骗咱所有的高雄人和大社人。阮今日的抗议是有理的，我们是要拜托政府来讲一遍，是政府早个民国82年个大演员啊。根据都市计划法，工业区分做特种、甲种和乙种。特种工业区用稳定油业、液化石油、玻璃等等4种严重污染的产业；甲种用稳特种以外的工业，乙种含公害较轻的工业。大社工业区占地110公顷，内面有11间石化厂属于特种工业区。90年代因为常常有公安的事件，经济部深度将大社工业区变5轻关厂计划，应该伫107年完成清厂，搁降变乙种。但是过一冬，居民控诉受到重工业空污
止苦，大社港边案，高雄市政府3月审议通过，送中央营建署审议。毒气呢，每天的排放，大社石化工业区是一个2质的工业区。 把他们的环保的成本呢，通通把它外部化，人体的肺部当成他们的免费的人体空气清净机。高雄市都发局伫会中指出，经过经济部工业局书面评估，大社工业区产达850亿，因为无找到适合的土地辅导清抢，偏向变更做加重工业区。但是高雄市卫生局的风险报告嘛强调，石化工业区的居民着染的风险较悬。会议经过一早起的讨论了后，审议委员爱高雄市政府甲经济部保行在审。记者综合报道。 教育部最近公告，国立的特殊教育学校、甲高中的特殊教育老师，逐礼拜爱上几节课的教学草案，写到资源班的教师逐礼拜上无爱上10节的直接教学，虽引起老师的反弹，也因为高中资源班的老师是一个对26个学生，老师也阁爱做其他的行政工作。草案若准来通过，等于是增加老师的工作量，所以无发现讲老师欠人的问题。 亲子教育交流替学生申请视障老师，或者是向全校水平资源班学生的课程调整，这拢是高中资源班老师除了教学，另外做的间接服务，按过无靠教学结束。今年9月，教育部阁公告草案，规定国立特教学校甲高中特教老师每礼拜至少10堂直接教学结束，因讲是互国立高中资源班老师增加更较侪工作。 可能最近这几年又刚好会有很多的课纲，或是很多的配合的计划，所以我们行政业务量其实也有增加，所以导致是人数变多，行政业务量增加，但是我们人力是没有增加的。 目前高中以分散式资源班为主，按过为教育部公布资料看，107学年度全国高中级分散式资源班老师300多人，将近9000名学生，生数比超过16比1。因讲是1名老师照顾16名特教学生，还要做行政业务。高中资源班生师比是1比26。那如果只算就是国立的学校、国教署的学校，我们生师比会到1比32。 那这些数字是把代理老师也算进来，如果没有把代理老师也算进来的话，那这个数字会到1比41。长期任务报告各规定教学结束，老师写一份20页陈情书予教育部。因讲过去10几年发现请愿求救拢无回应，看到草案时面过点点，甚至专家学者建议降低教学结束，不过草案无重视实际状况甲专家建议，将调降直接教学结束的方向来去研修。 教育部强调会修正草案来符合老师的需求，长期任务报告状况也会赶紧保持正常命行。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宣布讲要开放山区的政策，虽然讲爱爬山的人是真欢喜，不过消防救援人员压力是颠倒变搁较大。在10月底，阁发生大霸尖山进行救援活动，苗栗大湖的消防救援人员开了8点多钟，来回300多公里，才完成救援的任务。若准这个事故发生伫咧县市交界，救护人员的压力会搁较大。 救护人员的车伫咧弯弯弯弯的山路，敢会当看到车头前的几公尺，拢是落骨来路风，对救护人员甲防救的山友，拢是一种折磨。这座苗栗大霸尖山的救护，总共用大湖消防分队2员救护员8点5点钟，总共310公里。然后再走大路林道山路南走到这个登山口接到这个患者。 顶个月日是一个桃园姓王的查某登山客去爬大霸尖山的时，高山正行起来。苗栗大湖消防分队的人暗时6点倒分队出发，拄寻到南清公路入去大绿林道。暗时10点20分才找到患者，然后送去新竹的病院，加工透早才登去对象。这五峰地区只有1台救护车，如果他这台车出去，他这个地方救护会真空6个小时。这趟救护后来就大概总共跑了大概将近300公里。 苏北国家公园的大霸尖山甲大陆林道东线，爬山路线伫咧苗栗，毋过唯一出入的路线煞伫咧新竹。离上近的新竹5峰消防队敢若1台救护车，全队日历敢若11个人，若是紧急救护才会去支援。这款的救护拢是交予管区的消防队。对这个代志，山友建议整合资源是目前上要紧的一件代志。能够跟民间单位做一个整合，把这个黄金时间能够把它抢下来，我想应该是最重要的。
苏北国家公园是指出，目前管区内主要有大陆拿刀，还有230拿刀。今年度的山岳救援事件确实有增加，面对消防救援的卡手有限，已经增加人力来协助山岳的事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带消防单位他派员，那我们就会会同当地的警察队的同仁一起出发先行救援。全台湾有81个林道唔免登记地当入山，开放山崖了后。救援单位期待资源交臂，而且民山教育嘛搁要加强，才会当互山友亲近山崖，而且安全回去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昨日宣布讲，美国总统川普单核的调查公开听证，摆伫咧11月13要来举行，专程会现场直播，要直播互美国民众直接知影讲总统滥权的事实，由民众家己来判断是非。川普乌克兰盟事件3个主要证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泰勒国务院负责乌克兰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肯特，加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尤凡诺维奇13起会伫媒体镜头前公开罪证。进前委员会闭门听证，泰勒证实川普以将近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威胁乌克兰当局对伊的政敌拜登进行司法调查。尤凡诺维奇是指证川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希望伊被换掉，方便透过外交以外管道来执行乌克兰政策。肯特是对被用换掉尤凡诺维奇的罪犯表达疑虑，所比伊的顶司警告爱伊较低调咧。So those open hearing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evaluate the witnesses for themselves, to make their own determinations abou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es, but also to learn firsthand about the facts of the president's misconduct. 川普找到伫路易斯安那州出席竞选造势活动时，有关将一切拢怪罪伫民主党甲媒体身上。Ultimately, it's all a hoax. It's a scam. And you know who helps them? These people right back here, the media. 越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格拉汉在来真侪位共和党人士公开呼吁，应该将个别者的身份公布出来。这几礼拜以来，保守派媒体流传某些人就是乌克兰盟个别者，想要到川普的后生小唐纳川普，找到直接伫伊的推特打出个别者名字的相关报道链接，完全是无顾虑有个别者保护法这代志。At this point, the whistleblower is really irrelevant. The whistleblower's information began the investigation, but the substa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has gone way beyond what the whistleblower knew. So this attempt to name the whistleblower simply revenge. 大选年出现弹劾调查，对竞选连任总统会产生什么影响？爱个观察。按过查过南部肯塔基、维吉尼亚、密西西比3州的地方选举，被看作是一项指标。共和党保住密西西比按个出席的维吉尼亚州议会，25年来第一摆全被民主党摕到。选前紧张的肯塔基共和党州长贝文，虽然真侪摆得到川普背书甲徛台，最后又愿以0.4百分点的小可差距败获民主党的对手贝希尔。记者综合报道。在1月70日，西班牙要举行国会大选。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执政党社会劳工党可能会选调较济，不过也是无法度过半。另外，在加泰隆尼亚自治区，在这个月也一直发生抗议的活动，致使到民粹迄个极右派的人民声音党刷撑起来，这做有可能是西班牙的第3大党。大批民众昨日暗伫咧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首都巴塞隆纳北部一个会议中心的外口，要求伫咧内面进行竞选宣传活动的西班牙极右派政党人民声音党的人士离开。Un partido de extrema derecha, fascista, y como tal creo que no se debería normalizar que hiciesen actos, sobre todo en mi barrio. Yo vivo aquí a 10 minutos. 西班牙都要伫11月70日举行4党内的第4届国会大选，因为这1个月以来，加泰隆尼亚自治区有60万民众上街路示威，成员被判刑入狱的9名分离运动领袖，过来个演变做暴力冲突，引起反独派民众的不满，煞造成右派民粹主义政党人民声音党的支持率转升悬。Vox es un partido único y universal que tiene en cuenta los valores de todos los españoles de bien.
2013年才建立的人民声音党，和其他所有西班牙政党完全无同，口号和川普真同，互西班牙再度伟大，嘛反对外来移民甲对提权，主张要恢复到佛朗哥独裁的帝国时期。人民声音党伫咧今年4月国会大选的时阵，伫350席次当中摕到24席。根据初时的民调显示，人民声音党这敢有可能伫这届大选摕到超过40席，变成第3大党。相信的民调也和4月差不多。执政党社会劳工党按算会摕到多数席次，但是无法度超过半数，有关无法度改善西班牙各大党徛做伙的情形。另外，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派政党人民团结候选人党会头一届加入政局，虽然有机未摕到多数席次，但是因的目标就是要阻挡其他政党筹组联合政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政府伫咧初六正式发出通知，唔那要求游戏业者爱用因用本名落去注册考照。18岁以下的少年人，答案10点到过当工透早8点，拢无法度就线耍游戏，该用因的身份来做辨识系统，要防止假考照。中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不管这个时阵伫网络游戏当中耍甲偌欢喜，只要是平常日，上网络拍电动的时间上侪90分钟，周末假日上侪3点钟，而且暗时10点一到，网络伺服器就会强制路线，一直到第2天早起8点。这是中国政府新的禁令，目的是为着杜绝囡仔、青少年网络耍甲潮。官员表示，已经发现网络游戏造成下一代心理健康的危害。其实世界卫生组织伫咧去年都爆发出过类似的提醒。不花钱打不过人家。目前伫8岁至16岁的囡仔、青少年，每个月开200块人民币，相当于台票870块耍电动；16到18岁的青少年，每个月是开400人民币，相当于台票740块。这份禁令国明定游戏业者必须要采用实名考照注册制。过去捌发生过借用考照的身份认证漏洞，即马中国政府拍算要求游戏厂商要交出权限，由中国的公安局管辖，建立统一下北台的身份辨识系统。一般的话，这边都是3-5个小时，然后常客的也就是一些成年的，然后就是基本上玩了10多个小时那种。中国目前是全球第2大电动市场，敢若较输美国。这几当地中国官方和民间财团的积极发展之下，中国游戏产业快速分化。但是2018年，中国政府向出手，以保护儿少卖近视，避免游戏产业竞争过热，产生出社会问题的理由，向冻结新游戏的上市许可办法，嘛要求业者自律，管控未成年者游戏的状态。即马正式透过政府的力量，改入未成年者网络使用的习惯。家长对这项禁令大部分拢赞成，有的大人阁表示讲好佳哉已经大汉啦，阁讲过去有小学生咧耍拍袂赢，都骂对手、骂队友，即马总算等到政府出手。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向亚康讲，伫咧台北市政府举行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海选面试，议员伫咧总质询的时阵指控这是党政不分。另外，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基想要列在不分区的第8到第10，煞来引起党内讨论。你台北市政府是你台湾民众党的吗？是你的党部吗？炮火对准台北市长郭文哲，台北市议员指控郭文哲利用市府资源，中道伫台北市府面市民众党无分区海选。郭文哲承认这代志，暗过强调选伫中道食便当时间，避免党政不分。暗过议员批评郭文哲，互台北市府加入民众党党部。郭文哲强势回击，也个靠势国民党。我还是全台湾最共识分明的。如果大家用同样的标准，哇，不管你是民进党，所以你的意思说大家来比烂，那你就不要每一次在那边标榜自己有多高的标准。我绝对比你们国民党分得清楚，这我敢讲。民众党除了无分区名单确定提好提满34席，佮传出有意要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列不分区第1，暗过已经被伊拒绝。另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有意将家己列伫不分区8到10名，引起党内部分反弹声音。吴敦下晡参加国民党立委食饭，被问到是毋是有私心，伊是真生气。我们执行长受罚，不是我在这边，主席这边，主席。
我们直接到。这不分区的名单呢，还是应该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哈。我想我们不要聚焦到任何的个人。民进党是派系的病场，立法院长苏家全表示，无愿意调节不分区，所进前不分区名单证据，让和党主席杜荣泰真伤脑筋。其他的人选，因为我们现在委员会还没有做定案，我不宜在这里做谁有或谁没有的这种报告。那就两党不分区名单按算13队清楚，因为国会协助事关重大，大家拢尽细致，避免被对手提来插话题。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合1大选投票情形是乱糟糟，在今仔日监察院以9票对3票通过单席经中选会主席陈英强，认定中选会无照规定，伫咧大选28天前公告政府有意见书，落尾赶紧去牵4大步，浪费900多万。不过陈英强也表示讲，一切是依法办理，会向公听会来做说明。去年9合1选举合并公投案，投票所排队的人是长多多，落尾阁出现哪开票哪投票的状况。迄当阵的中选会主委陈英强请示，查起监察院认定中选会有宣布疏失，要甲单席。发觉有很多违失的地方，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陈庆财委员跟我一起来提案弹劾，有指标性作用，就是说你这样子做的话，不是光辞职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事后的惩戒责任还是要被追究。这样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呢，一来一去，结果呢就浪费了公帑呢，这个931万0600元，那更严重的是造成了老百姓呢要公投，但是无所适从。监察院再起用9票对3票通过单席案，认定陈英强无伫公投日28天之前公告政府机关意见书已经违法，了后佫无执行高等行政法院所停止执行的裁定，撤销定公告伫咧4大步紧急刊登，造成刊登费用新台币900多万的损失。我只能说哈，我一切都是依法办理的。但是如果法律规定不合理，那我没办法啊。不合理，我们还是得办啊。监察院表示，这届陈情案是下一代幸福联盟甲国民党团来陈情，虽讲陈英强已经落台，毋过单席案赶快会送公听会。陈英强表示，一切依法来办理，会阁配合公听会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旅客未当来，观光局也积极伫咧找穆斯林的旅客，除了加强宣传，也鼓励旅行社推出穆斯林行程。不过业者也讲，台湾的旅游环境对穆斯林是真无利便，真正的餐厅拢集中伫咧北部，景点也无设置祈祷室，夜市也就免讲啊，穆斯林也无法度乱食。伫台北市新城南路这间穆斯林店兼做餐厅。所卖物件拢印尼官方穆斯林认证，业者讲听过不少人客反映，台湾的食饭环境对无食地板穆斯林旅客来讲无咁方便，有人会来买泡面避香。有新加坡的，他们说去阿里山啊，去阿里山自由行，然后4天没有吃饭，他们只吃泡面，因为认证的餐厅哈，认证的餐厅要多一点，就这样。在台湾穆斯林游客自2015年有20万人次，今嘛只剩17万人次。观光局规划每年推出穆斯林游客回程计划，建立穆斯林友善环境，以桃园机场为例，不只有祈祷性，也有经过认证的餐厅。比较国际化的料理，就觉得蛮特别，就是想试试看这样。不过，旅游业者表示，台湾应接待穆斯林的饭店甲餐饮环境无济，以真正餐厅来讲，拢集中伫北部。饭店大部分是5星级，报价也悬。以马来西亚为例，穆斯林团来台旅游拢会较贵。穆斯林餐都比一般的餐来得贵，所以我们整个如果做以团来讲，报价上呢，它是肯定比一般华人来台湾的价钱呢还要贵个。如果以马币来算，贵个1000块，1000多块的马币。大概贵个7、8千一个人。业者表示，穆斯林旅客会选择旅游业体设备较好的日本，所以台湾观光景点连锁要有详细设备，也要有祈祷室或者是祈祷毯啊。观光夜市爱设置穆斯林专区，标示清楚实在。穆斯林旅客才能放心食台湾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伫咧早是有条件来通过宜兰铁基路高架化的评估案，在今仔透早，宜兰县政府也到现场会勘。铁基路高架化的工程按算上紧会伫民国113年来动工，建设的总经费大约是252亿，地方爱负担56亿外。宜兰县政府也希望中央会当加斗3工挂。
人甲车经过滨高道来去，离峰时间阁算是顺。不过，逐摆上下班火车班次多，交通就会大拍角。既然地方争取铁路高架化10多年，总算有条件通过。危险，从这样铁道过去的，平交道过去的话很危险。如果高架的话，这样车子通过会比较顺。医院常常因为救护的原因，那都会受到平交道的阻隔，而延缓了这些病患救护的时间。通过内容计划从宜兰段到罗东段高架化，下过宜兰市乌吉乡罗东镇，除了即卖车站高架，卖增加一站关进中心站。完工了后，会有9个滨高道消息，计划全长16.1公里，总经费按算爱252.09亿，地方爱家己种56.31亿。希望中央嘛，甲咱斗帮忙，咱宜兰县呢，咱的这个财政吼，咱就有法度来疏解。交通部伫拜三审查会完结通过，不过认为共同开发代替无甲8亿地铁或者是高铁，可能延伸加入考量，会影响票箱收入。这要求宜兰县甲代铁局共同修订计划，接报行政院上近113年会当动工。很多地方都在要铁路要立体化，政府的钱还是那么多嘛，你就会发觉它分到很多的计划，每个计划拿到的钱就小小的，工期就会拖得很长。运输学者提醒，各地拢在争取铁路高架化，不过政府经费有限，工期就又长，伫确定时间进行。对即卖交通问题，都先提出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培养台语的戏剧人才，公司台语台甲国内真出名的台语剧团阮剧团特别开台语演员训练班，对160位的学员内面竞出了30位，希望会当做伙来提升台语演员的台语水准。公卿定时住，用台语比手画刀，学员大家都拢有够强，一下就甲答案摇出来啊！只来参加台语演员训练班的人，大部分拢是戏剧出身的，搬戏对因来讲无困难。不过要用台语演有正台湾味的戏剧，就唔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啊！公司台语台特别邀请国内真出名的台语剧团阮剧团开课，培养台语戏剧的表演人才。咱看台语剧，感觉讲，戏真好看，但是有时阵可能演员对台语唔是讲遮尔啊了解，就我假音较无钱。我希望讲透过这个课程吼，来甲这个部分来加强。希望借用这边台语台的机会，当靠较侪人才来投入，这是阮上大的寄望。我对电视歌唱节目出来，也捌演过电影《顶头》的林武轩，和公司台语台台语囡仔节目《往来西归》神变身的主持人叶欣薇，也为160位报名参加的选手内底，互人拣出来同齐学台语。平常时的册啊，还是电视啊，要学到台语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所以我知影有这个课，要台语课咧开的时候，我就赶紧来报名。除了注重台语的正音和家字的训练，课程也邀请影帝陈德胜和淑女养生记的导演严艺文做讲师，希望让这演员对台语的声情和文化有更较深的体会，继续伫舞台顶让台语文化开机散叶。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中华田中马拉松伫咧这礼拜就要来进行啊！这回自来水公司伫咧路线顶头安排8台青啉食水台，互参赛者直接会当啉水倒水，来减少塑胶干仔甲杯仔的使用。不过青啉无煮过，敢安全呢？台水公司也强调讲，水质绝对袂有问题。每一年的田中马拉松都会声10万人来参加，真侪企业还有在地民众拢会设补给站。不过因为大量使用管仔还有杯仔，唔但无环保，比赛了嘛需要卡手来摒扫。台湾自来水公司只介绍8座青啉的食水台，要伫即届田中马拉松比赛内底，互选手来使用。不过针对要直接来啉水倒水的这个代志，来问看卖民众有啥物款的看法？可以减少很多塑胶类的垃圾产生，而且如果他敢这样子让大家生饮的话，应该可以对它的水质应该会有保证。这是一个蛮环保的概念。那自来水公司也有这个机制，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提议。但是我对于卫生有比较大的疑虑，因为大家都在使用的话，会有卫生的问题。针对有民众质疑水质还有卫生的问题，台水董事长魏明国邓宪坎挂保证，
水道水的水质绝对无问题，而且食水台是用斯坦利斯做的，佮是用无烟的水道头，佮有专门的人每1点钟都会来检测水质，民众绝对会当放心，而且嘛会当减少真侪粪扫，佮有卡手。预估会省2万罐的这个矿泉水哈，而且可以省下10万杯的这个纸杯哈，那也可以省下将近200个这个人力。台水公司强调讲，虽然目前台湾的水道水的水质已经会当直接啉，不过民众厝内的水塔还有水管无一定有够清气，嘛无一定安全，所以无建议伫厝直接啉水道水。若是田中马拉松除了有台水提供的食水台，比赛路线同款有传统的供水站，不离个田中镇公所同款是希望讲民众会当家己炸杯仔，做回来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农改场在这几年一直在替农民找新出路，除了开发新品种以外，也发展各种的技术甲设备。因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农民找到永续经营的方式。这是花莲农改场专门研究苍海的正式地点，才有砍一种号做百吉网的水平式防护网。经过试验，伊会当真有效的查封，就连中度的风台内拢唔免收网，会当降低苍海3-4成的损失。它有大概减少50%的风力，然后我们以中台来说，大概减少了50%之后，里面它的那个风力每秒的风速剩下4公尺。另外一项的设备是专门替蚊蛋所设计的查风搭，甲规张树仔搭掉了后，经过中度风台的试验，卖当降低真侪果子落落来，平常时啊，佫会当防糖减少除药啊，对环境甲成本拢有帮助。可以抵抗中度台风直接侵袭这样子的一个伤害。没有造的落果率平均大概是26%，那利用这样的方法去做，可以把落果率降低到6%。除了研究设备，花莲农改场这几档研究新的品种自动化农机，还佫有加工，尤其农业环境教案都真侪功夫，希望在气候变迁的状况之下，赶紧替农民来找出路。包括到病虫害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除了资材以外，我们在其他的防治病虫害方面，我们也着手一些的准备来一起抗这个农业的一个逆境。花莲今年的减损金奖还佫有西瓜咯，因为寒冷较烧热等等的气候影响，收成较无好，所以真侪农民拢来参加研究。农改场目前已经收集原住民特色作物300多种，要来保证找出维团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农改场有设计一套智慧农业警报系统，随时会当监测果子园的温度、湿度、日头光等等，也会发简讯给农民来掌握状况。和这个靠天吃饭的农民有十足的准备。如果假设泡到水里面，它就会发一个简讯告诉你说：“土壤你田间淹水了。”这台智慧农业警报系统监测到田里有淹水的情形，就紧发简讯通知农民。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真侪农民因为木瓜园未堪得一直互雨淋，造成真严重的农业损失。高雄区农业改良场针对木瓜的防灾技术，发表智慧农业警报系统。这套系统会使依照农民的需求来做设定，田里的湿度、温度，还有光度等等的环境变化，拢会使即时掌握。光合作用比较不好的时候，有折叶的现象啊。折叶会造成木瓜的死亡。对啊，它系统上面都会显示，数据多少，就开始要后续的动作该怎么处理。木瓜若是长期无充足的日头光，或者是踮伫土壤含水量较悬的所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就会因为碳源无够多，增加树身死去的风险。智慧农业警报系统即时发简讯通知农友的功能，就会使稳定木瓜的品质，也有农民的收益。我们有一些参数值，就可以智慧化的告诉农友，你要做一些适当的处置，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进行疏播了。有了这套智慧科技系统，农民就有法度更加精准看顾田园，克服气候变迁造成的农业损害。记者综合报道。外口插座青皮火车是台湾目前还佫伫咧走，而且是上老，也是唯一无冷气的火车。一天走一班，对屏东邦寮到台东，逐站拢有停。屏东县政府也举办头一届的南国万拓节，将青皮火车称作是行动车屋，坐伫车面会当看风景，也请作家念字歌互人听。火车摇晃的是回忆。推挤的是时间。伫台湾上古早的南皮火车顶头，有作家诗人来读因的作品，分享因的文学创作。
这是屏东举办的第一届南投万兔节的活动，甲火车打造成行动的册店，要互大家伫山甲海的陪伴来享受活兔的趣味。透过阅读或者工坊的对谈讲座呢，让我们更多的伙伴们擦出火花，对屏东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不管到部落、到农村、海边、离岛，任何一个地方，信手拈来都是我们适合阅读，而且静心可以提升能量的一个地方。除了伫铁基路顶头的活兔旅程，文化人龙应台钟英峰佮歌手林生雄，卖伫以早贯穿的所在地，经受了的胜利新村，用文化音乐为观众甲屏东大武山的壮丽，用讲的、用唱的表现出来，充分的去呈现我们整个屏东，不管是在自然的风光啦，或者说整个文化的底蕴上面哈，我们透过阅读、透过音乐、透过这些作家、文学家的这个分享，我们希望整个屏东变成是一个整个城市都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城市。屏东为年初台湾灯会，打结束台湾世界展，佮特别伫11月7日发车的拿皮活兔列车，顶真侪南国万兔节活动，要互大家看到屏东唔但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嘛有真丰富的多元文化，佮非常浪漫的文艺气质。记者综合报道。若到寒天，饲乌鱼的业者就要开始收成咯。伫咧彰化新港陈家村也开始伫咧收乌鱼，看到破开乌鱼子，大户拢真大皮。规年冬天的辛苦唔应望，渔民丰收好年冬。人讲九月乌较赢食猪脚苦，就知影乌鱼来做补身体料理，绝对是摆有顶的。伫咧彰化新港陈家村也开始伫咧收成今年头一批乌鱼。也因为入冬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拢出外来交关选买，通好入冬补冬补喙空。今年加饲一年啊，有啊较大尾着啊。介绍即马若咱市场，阮有甲看拢112块啊，1公斤啊。鱼趁钱，人趁钱。今年收成的时阵虽然唔是假日，不过知影这个消息的民众，大家也出外来要抢今年头一批活跳跳的乌鱼。养殖业者表示，这群乌鱼已经饲5冬啊，大尾拢嘛真大尾，平均大尾拢有3斤半。这乌鱼哦，今年吼彰化县第一场的吼，伫曾家村才掠的吼，你看每一尾吼，哇，这么饱满，新鲜度绝对新鲜的吼。有要食的人吼，要买的人较紧来哦。今年价钱是稍微有起几块银啊。现掠的乌鱼新鲜搁清甜，肉质定 Q 又搁袂软老。现破金黄色的乌鱼子，大户拢大皮又搁真饱甜。伫咧日头骹闪着金黄色的光芒，用看的就感觉真好食款。毋但乌鱼子大家爱抢，乌鱼表也是大行业内知名爱买的物件。看到台北活跳跳的乌鱼，也看到台湾养殖业的乌金，看到所有鱼货变作是人客肯定的好货。这款互人肯定的丰收，才是做事人的好年冬。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鼻乡的农会到今已经成立100年哦，农会也特别结合咸菜文化节的活动，做伙来庆祝，互现场的民众有通耍，也有通食，大家拢嘛真满足。小囡仔入去咸菜桶用脚打咸菜，大人伫边仔用手拿咸菜，遮尔新鲜佮趣味的活动。真侪人拢是头一摆亲身体验。就把生菜叠上去，然后就撒盐，然后再踩下去踩就好。这是大鼻乡农会举办的100周年庆祝活动，现场唔但传各种游戏和澎湃的咸菜料理，互大家有通耍，佮有通食。也有其他乡镇的农会嘛来遮摆摊，同齐行销云林县上好的农产品。那咸菜啊，来遮看老眼啦，咸菜啦，顺的咯。咱今仔的内容呢，真丰富啦吼，然后这个烂咸菜，啊，佮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咱有邀请5间的这个餐饮科的学生啊吼，来做咱这个咸菜的料理。趁这个机会，农会嘛做伙举办米甲的开幕仪式，希望透过这间新米甲的成立，会使提升在地稻米产业的品质和竞争力。碾米厂会当来落成启用，这对咱自有品牌，咱这个世上米哈，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力跟活。咱若要食米哈，咱的云林米真正有够赞。农会透过办活动来推广在地农特产，
希望民众除了支持当地出名的咸菜，嘛会使熟悉在地调味。毋望这两项未来拢通成做大鼻乡的特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6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墨西哥看红鸭节，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